好，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到嚟玩 LMAC 嘅遊戲頻道節目。sorry 唔係遊戲頻道，係 LMAC 頻道嘅節目啊。嗱，今日咧同大家咧玩咧嘅遊戲咧就係翻返嚟 OpenBVE 啊。嗱，今次咧就同大家咧就揸一啲港鐵嘅路線。嗱，今次咧就同大家先玩將軍路線啦。嗱，將軍路線呢，今次我哋要揸 K-Train 啊，因為咧原因就係佢先可以用到啦。咁我分架 K-Train 出嚟先。唔理佢啦，嗰個唔關我事。揾個 K-Train 嚟用先。等等啊，佢 Discord 開緊，等一等啊。因為今波 Box 未有 update 咧，所以就出啲 OpenVV 頂住先。我不如出住片先啦，呢個第一套啦。好似遊戲節目出過啦嘛。我出咗次又唔緊要啦，但係Archive 節目啦嗰度啦。我之後再出啦呢套吓。不過可能一陣之後再出都未定咧。今日咧我就先揸港鐵路線啦吓。而今次 Microsoft Store 喺呢度搞添啊。好，我哋今日揸觀塘第一條地鐵開嘅路線啊，觀塘啊。我哋揾啲 XMTR 嘅路線，我哋今次由觀塘開始。XMTR 佢要就係佢呢一個啦。咁當初咧未開觀塘線之前咧，就由石硤尾開車嘅，因為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當初1979年啦吓，觀塘線今次咧同大家玩咧就觀塘線玩兩輯，第一輯咧就由石硤尾至觀塘，就係當時咧開觀塘線頭段嘅開車鐵路，仲要揸呢個第一版嘅觀塘線俾你睇。好，依家咧就喺邊咧？呢架係第一代地鐵嚟嘅，就係當年咧XM 嘅第一架地鐵啊。呢架就當時嘅白頭啊。咁其實45週年嘅時候咧，我哋都用過啊，即係都見過佢，不過又唔係咁舊啊。今次咧就同大家咧去揸呢個第一代嘅觀塘線，由依家嘅石硤尾站去到觀塘。咁你見到呢架就係我哋第一代嘅 M-Train 啦，喺度啦。好啦，我哋開車啦。咁先閂門先。請勿靠近車門。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doors. 順便人手報個站啊！第一站係九龍塘，前往新界嘅乘客，請喺呢個站轉乘九廣鐵路列車。The next station is Kowloon Tong. Passengers for going to the new territories should change here for the KCR. 1979年嘅時候咧，係車長 PA 嘅，即係唔係邊個嚟
PA 大哥之前，喺個 PA 嗰個大佬之前。第一代嘅1979年地鐵咧，所以唔係咁慣個北方西喺邊度，所以好麻煩啲嘅。好，開門啦。請小心車門 ，Please mind the doors。其實咧，因為觀塘線當初咧就用一個修正早期系統去開始啦，所以就4卡係正常嘢。下一站樂富 ，Next station 樂富。到樂富啦。請小心車門 ，Please mind the doors。而家嗰時79年嗰時咧，仲要係人手嗌咩 PA 嘅，即係唔係好似要撳嗰個 PA 住嘅。講到話揸觀塘線咧，最好笑係咧就係之前有個經典嘅電影馬練咧，唔知咩富貴就逼人哋邊個啦，富貴逼嗰啲系列啦。中間就係嗰個人咧，就喺度扮嘢啊，就話下一站乜嘢咁樣，即係佢播完咗下一站咩黃大仙，跟住有啲人就話唔該同志，下一站有咯。呢個係好經典嘅一個電影情節啊！咁而家類似啊，我哋而家到呢度啦，開始類似啊啲對白。下一站黃大仙 ，Next station 黃大仙。同志，下一站有咯。咁其實啲人之後就笑佢啊，跟住話一到站嗰下就知咩料啦。其實1979年之前嘅 M 車咧，特口嚟㗎嘛。即係佢當初係仲係車廂係唔同嘅。當初佢應該係咁啦，即係入邊車廂咧就應該話有個乘客應該都跟住一到咗開到門之後，跟住話唔該同志，之後就繼續笑落去啦。但係跟住唔夠2秒閂翻門就係續開車㗎啦。好，閂門啦。咁其實咧話俾你知啊，當時第一代嘅 M 車就係咁啦。駕駛室就喺呢度啊，我坐喺呢個位置。咁然後呢度就係佢嗰個呢個當時嘅 M 車啦嚇。number 係一架1號車啊！好，我哋開始閂翻門，繼續下一站啦。而家黃大仙啊，請小心車門 ，Please mind the doors。我唔知啊，但總之可能啲70年代係比較興呢種嘅。跟住佢調翻翻嗰隻咁樣嘅去觀塘。
山 ，next station Diamond Hill。依家咧呢個毛咧都唔係就係咁嘅，應該依家係咩？成日可以轉乘停日線嗰啲咁樣嘅。但因為呢個係當初即係70年代一開檔之後嗰個情景嚟嘅一個。好啦，好快到，即刻要收網，話聲即刻收網，因為就唔係好似。請小心車門 ，mind the door please。喺站彩虹 ，next station 彩虹。其實你叫彩虹站咧，就係、當初觀塘線即係車廠點喺度，但係佢真實嘅車廠咧就唔喺呢度嘅，佢其實呢度只係一個山頂嚟嘅啫，彩虹站。但去到九龍灣咧就唔同啦，九龍灣即係就第一代嘅地鐵車廠或者港鐵嘅車廠就喺呢度開始啦。中間嗰度就係嗰個 side platform 啦，即係依家都其實仲喺度嘅，依家裝咗幕門咁解啫嚇。真實嘅話，而家其實依家嘅 simulator 都好類似啊。呢個彩虹站啦，觀塘線，跟住下個站就九龍灣㗎啦嚇。嗰邊就係去咩油麻地方向嘅，即係石硤尾方向。當初未開檔嘅時候，好，我哋開出㗎啦，準備等等啦。咁其實佢當初只係得4家㗎啫，一開檔嘅年代。呢個係一個 Alpha 120啊，唔知退咗役未啊？定行緊飛港島線啊？好啦，而家閂門啦，請小心車門 ，mind the door please。其實呢架車咧就去緊觀塘，我而家去緊，但係咧就70年代去到今日啊。不過而家咧。你揸緊當初嘅第一代今日嘅觀塘線啦，跟住去到荃灣咁。而家去緊咧就係去緊德福嗰度啦。下一站九龍灣 ，next station Kowloon Bay。當然啦，九龍灣就係第一個地鐵嘅車廠啦，一直去到今日㗎。咁呢架車其實仲係 M train 就行緊喺其他線啦，荃灣啊、港島同將軍澳仲。都有，不過咁罕見嚟㗎。咁而家就觀塘就係比較多 C train 或者 Q train 集居地啦，再去隔嘅地方啦。而呢架 M 星就而家唔再喺觀塘線度，即都有行嘅，但係都唔係成日見到佢咯。但係最多就而家係見就 C train 或者係 Q train 喺嗰度行咯。好啦，差不多就到九龍灣啦。嗱嗰邊就應該係德福啊，九龍灣車廠嗰度，你跌咗個喺附近。到九龍灣啦。
好啦，到九龍灣啦。請小心車門，買多多 please。嗱，當然以前啲 SL 係着住藍色衫嘅，車長都係一樣嘅。好，下一站啦。Station 拗抄狂。小心車門，買得多我 please。喺站觀塘 ，next station 觀塘。呢架車當初嘅終點站就係最下行就係石硤尾，上行就係觀塘。當初1979年嗰時開觀塘線就係咁嘅情況啦。咁前面中間嗰個位咧就係嗰個咪正話講嗰個就係個 crossover， 色 crossover。到終點站啦，溫啲車到達終點站，收剩下先落車，唔該。好嗱，呢度就係觀塘啦嚇，咁當初觀塘線嘅終點站就呢度啦，之後就翻石硤尾噶啦。好，今集就去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收睇今日 LMF 頻道嘅節目，一陣間休息翻嚟之後呢，就同大家玩另一條線啊，就荃灣線啊，第一條過海鐵路，跟住就港島線。不過港島線呢，就已經係開通咗之後，佢由上環站出發去到柴灣啊。好，今日就去到呢度啦，一陣間見，拜拜。